活節尋寶記，小朋友喺聽故事嘅時候，可以留意字幕上嘅內容提示。喺復活節嘅時候，爸爸同埋媽媽帶住哥哥同埋妹妹去公園玩。原來爸爸媽媽為哥哥同埋妹妹準備咗尋蛋遊戲啊！首先，爸爸媽媽將復活節彩蛋收埋咗喺唔同嘅地方，然後哥哥同埋妹妹就出發去揾彩蛋啦。爸爸喺旁邊做運動，而媽媽就坐喺一旁睇書。最後，妹妹揾到一整籃嘅彩蛋，而哥哥就揾到最大嘅金色彩蛋。跟住，佢哋一家人搭小巴去到糖果店。糖果店入邊有好多朱古力復活蛋啊！哥哥同埋妹妹各揀咗一盒朱古力復活蛋。跟住，佢哋一家人再去到隔籬嘅玩具店。玩具店入邊有好多復活節禮盒啊！哥哥同埋妹妹各自揀咗一盒復活蛋手工玩具。最後，佢哋一家人就搭小巴返屋企。哥哥同埋妹妹都好期待返屋企做手工啊！